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兴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下来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因为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张鼠标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爱用呢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鼠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鼠和脚强好了，走一边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鼠一样可以的话是请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都好，还有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们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溜的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7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边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溜的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用鼻子吸。好，嘴巴吐。动后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。抬起来，对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。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表下来。你往左边勾了一边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能够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。吐气，给我慢慢的下来。好，勾了一边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走人头喽。暖身操走好嘞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来走人头哦。今天的走人头是提升运动表现的筋膜伸展运动，大家看下来走人头哦。好，首先呢，轻重点呢，然后坐下来。好，一样哈，坐一板时候，莫变到椅背哈，然后数表啊我们的骨盆的地方，好。然后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你让胸部前面的肌肉呢往后伸展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回来。好，勾了一边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的时候往后背伸展。对，整个把胸廓这里打开。好，你可以往45度角的方向看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回来。好，搞到一边哦。这个动作呢，请留要搭配你的呼吸哈。好，来吸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打开，往45度方向。好，如果呢你也那个柔软度变厚，你可以再往60度的方向看。对，好，来吸口气。吐气，狗慢慢的放轻松。好，我们狗来走一遍了哈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往45度方向看。好，在这边吸，吐，用嘴巴吐。狗来一遍哦，吸气。吐气，用嘴巴吐出来。好，来慢慢变放松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哈。这呢，一般来讲哈，我们要放松前侧的筋膜哈，这个动作呢是很好的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打开，对，往45度方向看。好，在这边做。吸，吐，好，来鼻孔吸气，好，吐气用嘴巴吐，很好，来吸气 ，and 吐气，好，放轻松。过来呢，我们要放松背弄的动作哈。好，你要数。表来你大腿的前侧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肚脐用力，让背弄的那个肌肉整个，成一个弧度，往后缩。好，可是你的颈筋要放轻松，不要耸肩。好，这边肩膀要放轻松往下哈。对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好，给我转来，搞到一边哦。数看看表来你的大腿上面哈，来吸，吐气，慢慢呢，对，往后，好，过来，加油，再往后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给我回来，好，过来一边哦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往后，对，很好。这时候，你背弄整个筋膜是被拉长的哈。好，来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再回来，很好。那我们刚刚走的轮筒来讲哈，其实都不会有任何疼痛的发生。假使你有疼痛来讲哈，要注意哦，因为动作是不会痛的。你过来走一遍哈，来后交叉的伸展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后，对，很好，再来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，
好，再来我们要伸展的是我们肩胛骨的肌肉哈。好，来数寸出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呢，想象前面有张墙壁，你要用我们的手指指尖去瞄到那个墙壁，可是身体都不动哦，只有手往前伸。对，只有手往前伸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狗回来。好，手表好了，放轻松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吐气，手寸起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往前伸。对，很好，再往前伸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好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呢，把手往两侧打开，往两侧打开。对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呢，手往前靠近，往前靠近，哈，很好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打开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，靠近，手掌掌心两个靠近，嘿，对，动好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我打开来。对，好，最后一次哦，吸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往前伸，靠近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给我打开来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对，两只手。好，来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吐气。手骨寸好挑前带我从因为瞄墙壁的动作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平下来休息一下，很好，休息一下哈。那过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斜方肌的伸展哈。你走的用手好半点我们的来，我来转正面哈。你手走的半点我们的那个椅背哈，然后呢，一招手半点我们的耳朵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往周边伸展。对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狗转来。对，我们再做一次哦。把那个手半点点呢，哈，来左手半点点一空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左边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回来。好，再放下来。你也要往整数哈，一样左手走在半点点点呢。然后整数半点左偏的一空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往整偏半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那如果柔软度好，你可以把手表安你后背。好，你背弄也后背椅背。好，看得到哈。背弄后背椅背，然后一样手扳着耳朵，好，慢慢的往我们的正偏半。对，很好，再来，在这边呼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手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。